高雄轻铁通车了后，这头一站到尾一站会当讲是全部接起来呀。也讲这坐轻铁要搬火车、搬公车变甲真方便，愈来愈侪人坐轻铁通勤。只是讲即马这轻铁的尾班车是10点发车，不少世界上暗班的民众反映讲，希望这轻铁会当甲捷运同时间收班。不过这高雄捷运表示讲，暂时无要延后车班的时间。 高雄轻铁加做延行通车，增加大顺路段了后，除了观光，平常时也加做民众通勤的交通工具。不过因为轻铁营运干那到暗时10点，最高民众反映，代替捷运的班次拢有到返点，轻铁若是会当延后收班较好。不过也有民众表示，爱考虑到营运。我是感觉会使较晚小块，因为像遮的人，来这边逛的人哈，来踅的人较济嘛哈。 啊，等于交通就是一个问题。高雄的大人拢塞车啊，骑机车呢，啥要坐咧？去了捷运轻轨，是毋是人就较少？那咧就营收方面可能就是有影响。 目前高雄轻铁尾班车是暗时10点发车，设置人要90分钟，也是11点半收班。最近高雄演唱会等等暗时爱活动哪来哪坐，甚至有百货公司的员工假日拢爱10点半才下班。针对轻铁敢会当延后尾班车的时间，各界评估了后认为目前无需要。需以实际旅运需求、司机员人力是否能够获得充分的休息及合理运用，以及需预留足够的夜间维修时间等来进行通盘考量。目前高雄轻铁收费了后，逐天运量有3万多人，试营运的时段平均有4万5千人。各界公司强调，统计下暗的9点半到10点，坐轻铁的人数干那占规工的1.85%。目前并无延长加班的需求，但是未来暗时有大型的活动，会看状况延长加班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